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5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南北早起协商2点外钟已经达成协议，要综合各界的民调，甲南北内部的民调，18会宣布总统的人选。第6届代表总统蔡英文参加 APEC 领袖会议的张忠谋，人已经到旧金山，咱国嘛争取甲美国总统拜登单独见面。桃园机场抓到一件甲将近3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藏伫卫坑内底的走私案，市价超过2000万。新闻台是来看南北第2届协商，今仔早起进行。除了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也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做见证。双方协商2点外钟达成协议，决定要综合各界的民调，甲南北内部的民调，第18来决定正副总统的人选。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何为了共同的理念，为了国家的安全、人民的福祉，大家放下个人，在政党的合作下往前迈进，完成第3波的民主改革。为了让第3波民主的改革，我们协调出来2党合作的方式，在这几天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今天大概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到底因为在台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联合政府，所以联合政府如何组织、如何运作，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尝试。经过150分钟的讨论，南北双方同意要推派3个民调统计专家来评估11月17到11月17社会各界公布的民调的结果，佮加上国民党、民众党分别来提供1份内部参考的民调。双方同意讲，若超过统计的误差，赢的人得1点哦；若属伫统计误差的范围内，后科配就得1点。结果会伫11月18，马英九基金会会来公布。未来两党也做伙来组成竞选委员会，互选正副总统的候选人，甲2党推荐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无分区的政党票就要靠家己拍拼咯。再来看嘛，有风声讲赖清德会伫后礼拜1来宣布副手的人选，是驻美代表萧美琴哦。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仔早起出席2024年的总统大选青年面试官的活动，伊嘛讲青年的政策哦，因为民进党伫下晡卖来公布无分区立委的名单，赖清德是强调讲名单内底会有跨领域、跨世代的优秀的人才。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检验里面的人才啊，我们所推荐的不分区的人才，同样是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的优秀人才。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用不分区的候选人，再加上区域的候选人，来争取国人的最大支持。现场有少年问赖清德是要安怎解决计薪的问题？赖清德表示讲，会当针对上市贵的公司，伫审查的时提出工作条件等要求，国内的产业嘛爱升级，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员工的薪水自然就会增加。再来看桃园机场最近抓到一件甲将近3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藏伫卫坑内底的走私案哦，价值超过2000万。警方嘛抓到4个嫌犯，嘛对人伫泰国节省里的主嫌来发布通缉。甲卫坑立坑郊区发现毒品。今年3月，航警局甲关务署台北关伫桃园机场美商优速比快递进口专区，查到一件以包裹的方式为泰国进口卫坑内底藏毒品的走私案。现场查扣证物，第1支毒品海洛因2956.8公克，初步估计市价超过1000万的台票。查获以画框夹藏第1级毒品海洛因，毛重2.95公斤，初估市值逾新台币1000万元。
针对这件用违禁走私毒品的案件，专案小组持续追查，当场掠到来领回姓陈甲姓蔡两个嫌犯。后续会动全台湾警方11个有关单位侦办，调正百支监视器分析甲过滤。伫屏东掠到踮伫台湾接应，专门制造毒品姓翁的嫌犯到案。另外，经过几个月部署甲追查，伫桃园阁掠到另外一个姓刘的主嫌。全案共计4名嫌犯到案，并针对泰国在逃主嫌李某发布通缉，持续追捕。专案拢总掠到4个嫌犯到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嘛持续对押伫泰国逃亡姓李的主嫌发布通缉，要来抓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面册有人破文讲哦，伊是高雄人，互骗去寮国做诈骗哦，佮抛出有人互拍影片，望讲网友会当来斗相共。也毋过警方是表示讲，这段影片其实是桃园乌道的影片，也毋过伊嘛已经有接到报案，通报外交部佮刑事局来展开救援咯。当地土卡男子互人客军仔咧讲，这段影片还佫有一张为泰国曼谷飞往清莱市的机票，做伙出现伫面册。发文者讲，伊互骗甲寮国诈骗，互讲甲规身躯拢是伤，透过文章来向外界求援，讲家己伫台湾有牵涉着刑事案件，甘愿倒来台湾面对司法，嘛无想要伫咧当地互人苦毒。经查证，该影片是3年前发生的疑似帮派巡守的案件，有一名男子遭到数人围殴，那查证起来是跟本案没有关系。同一段影片3当前嘛出现过，警方表示影片是3当前国内帮派冤家的画面，甲此案无关。毋过确实有一名30岁的男子，有可能被骗去寮国了后关起来，透过通讯软体向朋友求助，伫这个月13号成案。那被害人疑似遭到求职诈骗，前往寮国，并且遭到拘禁殴打。事后经过被害人以赖向朋友来求助，由朋友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被害人的雇主还佫位置已经通报予外交部等相关单位，嘛提醒民众面册、社群软体、高薪轻松的工课，真侪拢是诈骗。想要伫咧国外做工课，还是爱提高警觉，来路不明的求职讯息，就爱加查证，才会当行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伫要选举咯，警方嘛加强扫恶。警方伫中华一间公寮发现有真侪枪支，阁有枪支，嘛掠到一个姓寇的嫌犯哦，有机械的背景，透过网络家己学改枪。另外，警方嘛掠到来敌人帮的成员，因伫中华税处开车4架去卖毒。警方到中华关福兴乡一搭废弃车辆回收场所在，随伫咧公寮内底发现着姓寇的嫌犯，伊无反抗，直接就互人逮捕。警方调查，这个姓寇的嫌犯捌做过修理汽车、有机械相关的背景，透过网络家己学改造枪。警方嘛伫一台废弃的车辆内底查到火力真大的一支改造冲锋枪甲一支手枪，也佫有真百粒枪支，其中包括12粒的开火达武弹。另外嘛，敲到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现场查获仿科特冲锋枪1支，仿杰里科手枪1支，子弹85颗，打母弹12颗，电动砂轮机等改造工具1批，第1、2级毒品等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因那台中市乡代嘛有掠到毒品集团，特勤中队全副武装探半暝攻入去中华关埔心乡一搭透天厝，经过搜查掠到真侪嫌犯，嘛有超出卖毒品的钱，也佫有其他面、卡西酮等等的毒品。警方表示，这个毒品集团拢是敌人帮红人会成员，主嫌是姓寇的查甫人。因平常时拢用汽车做交通工具去卖毒品，再佮甲交易所得交转去透天厝。这间警方是做一个掠到姓寇的主嫌在内的6个嫌犯。一举将许姓成员等6名竹联帮成员，逮捕到案，并查扣贩毒赃款72万余元，以及贩毒用知晓客车4部。警方分别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警方嘛继续来清查毒品含枪弹的来源甲流向。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情况哦，拢有真侪风声。政府嘛，积极防止境外势力来影响到明年的选举。咱国内哦，常常拢有里长受到邀请去中国参观访问。其实这嘛是中国上接使用的统战的手法之一咯。也毋过，经政署长黄明昭是讲，境外的贿选是真歹查。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认为讲，里长的理费甲实际支出的金额，若出有差有侦查哦，就当立案来侦办。特别总统大选，中国间接选举手法正多，引起关注。陆委会15指出，中国透过文攻武吓，包含恶意批评特定候选人，再从是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加引导选举结果是好战选择，各运用经济施压手段，操作台湾农渔产品销去中国，伸手后棒，制造酷嘅对态。如果阿公阿嬷受到招待，上了游览车，有人跟他们说要支持某某候选人，那过程当中呢，这个可能住了4星级的饭店，然后这个旅途呢，他可能只花了1000块钱。那有没有构成贿选罪啊？这个是属于检察官、司法机关啊，他们全责。难道这个调查局分析境外势力干部选举，区分境外资金计算、网络选举搅拌、散布假信息干扰。内政部为7月统计到即马，警方查到贿选52件，选举搅拌90件，选举假信息9件。不过最近有真侪里长受邀请到中国参访，我界认为是中国统战团手法，是不是造成贿选立委质问？为何检警一件拢查袂出来？警政署长黄明昭承认，境外贿选真歹查，内政部长林佑昌指示会立案侦办。选举前都抓了蛮多的一个理由贿选哈，但是确实哦，针对这个境外，尤其到境外哈，做这种这个贿选的一个行为的话，确实比较难查一点啊。这个要从各个面向来突破。这个现在机票那么贵啊，你怎么可能出国只有缴这个1万多块？好，所以我想，如果类似的一个这些案件，我想我们会来积极来处理。针对有受刑人争取投票权，中选会主委李正勇表示，个别投票人有特殊原因无法度顺利行事，要伫法制面克服解决，是不是伫家家设投票所？李正勇指出，家家区分监界户区、监所范围之内，如何来设是一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讲，明年3月初1开始要开放旅行团去中国。也毋过，陆委会又搁表示讲，要限制一日上济2000人次，互旅行业者是真不满哦。交通部长搁在今仔是表示讲，到时阵业者出团的人数，若是超过2000人，交通部会甲陆委会来参详。明年过年之前会来公布详细的办法。交通部宣布，明年3月初1开始，解除到中国旅游团的禁令。各大旅行社也尽全力伫咧抢疫情了的商机，开票付定金的旅客至少已经上班。无想到讲，陆委会第13讲，初期一天只敢若限业2000人，互旅游业者正着急，讲到底是啥人讲的准等算？1万多个人买了，那你说你限额2000个，那请问你是配额到底要怎么算？那这些损失纠纷算谁的？难道现在是有2个政府吗？业者认为，每年出团去中国，等于是逼旅行业者行普适的地带，消费纠纷也会变多。尤其是2019年，台湾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有400多万人次，这么一天是限业2000人，到底要安怎分配也是问题。因为只有2000呢，要用抽签吗？还是用规模大小？你徒增这些业者的困扰。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限业应该是今年8月的方案，一个加陆委会讨论细节，明年春节进前会公布。如果明年大家讨论到最后的确有那么多团的话，我想我们要跟陆委会再做细节的部分，再来做一些讨论。去中国的金团联放松，也过是限业，部会无共调，互业者一粒头2粒大。李奇玉更加讲，观光业界真侪人拢期待在野党会当团结合作。无希望意识形态绑架观光业的文化甲生活。王国材是替陆委会讲话，讲陆委会应该是想要分阶段解除禁令。记者综合报道。迄次厂伫2021年进行公投结果是无同意停放。今仔日考了的民众，各环保团体参立委开记者会，因呼吁中央就要撤销迄次厂的核能用地，或在地民众毋免阁惊迄次厂会阁重新来启用。
这个土地嘛通搁再利用。撤销核四核能用地。自2001年核四中判公投部通过了后，踮伫咧新北市空啊寮的核四发电厂要安怎处理，一直受各界讨论。10个环保团体在地民众参立委召开记者会，诉求中央要按照土地征收条例撤销核四厂的核能用地。这个就是那个坑子内溪，坑子内溪，你看核四在这边非常近，这个是饮用水水质保护区的资料。核四厂在1999年的3月取得建造执照后，它虽然经过3次的展延，但它的建厂执照已经在2020年12月31号届期失效，它是没有办法无照续建的应该是必须要废止征收，而且应该要去通知土地所有权人于一定期间内缴清应缴纳的价额，然后发还土地。环保团体指出，公投的效力只有2年，呼吁执政党若是要真正拒绝核四厂，就应该趁现主时赶紧撤销核四厂的核能用地。在场也有民进党加时代力量的立委到场支持。像我们一方面又要在这边发展观光，对不对？可是核四却又带来这么大的禁制区，好，让地方各种建设没有办法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矛盾的事情。赶快来撤销核四的核能用地，来保护大台北的水源，也能够让地方的发展、国家减碳的经济政策能够有效的来达成。环保团体表示，因会搁再向内政部提交文件，希望撤销核四的核能用地，通予在地民众有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这块土地也通利用发展其他的在地产业。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咱国内鸡卵的价小，一斤已经7块了。农业部的代理部长就呼吁早顿店加餐饮业者会当来反映成本，加之前起价价小，搁来做调整哦。嘛，鼓励民众加食一寡国产卵。有立委嘛问讲哦，敢会停止进口鸡卵咧？农业部是强调讲会继续保留甲澳洲的合约来预防欠卵。鸡卵的产地价小，佮批发价小，连续3届落价，逐台斤累积落7块。产地价小嘛，落甲剩无到40块。农业部搁一届呼吁暂停使用液卵的部分管区营养午餐，会当量早来解禁。中省国内鸡卵恢复产能，市面上拢是国产卵，深受社会的价小保卫战。农业部表示尊重市场机制，但无乐见继续来了。蛋农已经本身的利润其实蛮微薄了，那继续的下降，其实对蛋农并不好，对消费者也不好，因为当你的鸡蛋继续下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那蛋农可能就会弃养，那弃养就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希望营养午餐重新采用国产液卵，农业部嘛鼓励后端的市场像早顿店，介绍买当适度来调整，让消费者更较愿意来食国产鸡卵。国内鸡卵产量回稳，是不是就要来全面停止进口呢？面对在野党立委质询，代理部长陈俊贵讲出肯定的答案是未停止。你113年编了你的进口蛋是1亿多，你现在要不要自己测啊？我不会测的，因为我想未来的12月到1月还有它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库存是滚动的。我再告诉你啊，部长，农业部表示，目前进口鸡卵合约仍存澳洲，按照规定，若讲咱有需求的时阵，会当伫2礼拜进前来通知澳洲。目前评估11月底到12月，恐惊受到禽流感疫情的影响，绝对袂当看到即马鸡卵平稳的安尼来放心，所以维持安尼合约来准备未来需要。记者林俊梅、贾静林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地检署一个姓陈的检察官涉嫌性骚扰哦。这个检察官骑脚踏车，甲一个骑奥多拜的查某人相弄，也毋过双方将对赔偿的方式讲袂好势。这个检察官竟然讲，无你着用身躯被困来赔。这案检察院通过弹劾，这个检察官嘛向医生听解法院审理。去现场勘查。这个姓陈的检察官办案是真认真，伊办过代破流酸的案件，顶一日刷标出涉嫌强性骚扰。今年5月，伊骑铁马要登去厝林的时阵，甲一台奥多拜相约，伊甲对方讨赔1000块，毋过对方讲分厝顶的钱无够，伊就叫对方现身，互伊当作赔偿。无论这话，伊是挑工的，也是无心的，拢互这个起诉感觉心内真无爽快。这个检察官即马嘛去予监委提案弹劾。事实上，他是一个没有性平意识的检察官，所以在纠纷的时候才会用这样。虽然他一直说他是嘴贱，然后是这个开玩笑的，
但是这已经扼伤了整个司法的形象。监委指出，县内的检察官加做司法人员，无以正当的管道处理纠纷，讲话各用有性意涵的话语来讲骚扰，互对方是感觉真惊吓。为实证行真明确，监院全票通过弹劾。其实检察官除了工作上爱守本分，私底下一举一动嘛爱有站责。检察官不只是说他在职务上要这个守法啦，他在生活上、在社会上的一些行为，也不可以贬损检察官的名誉啦，让社会对司法产生不信赖啦。涉案的检察官去互弹劾，伊所属的台北地检署对决议是表示尊重。知影这个案件了后，嘛已经移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做行政处分。检评会11月初嘛认定伊无廉洁主持，损断检察机关的形象，有处分的必要，报由法务部移送天解法院职务法庭。记者综合报道。劳体新制2005年开始实施，已经18档了，也毋过头家法定提拨率拢是6%，毋捌调整。劳工团体计算讲，一个劳工工作30档退休，用估计头家爱付45个月薪水当作退休金。也毋过新制只要提拨21.6个月薪水，这无到旧制一半。早起劳团嘛去行政院定情，要求甲劳体提拨率提悬到9%，劳工的退休生活才有保障。也标语化考核，因为补办劳体新制实施18年，按过雇主的法定提拨率只有6%，毋捌调悬。再去劳工团体到行政院门口口定情，高雄演行动局要求政府明定提出劳体新制法定提拨率调悬的时间表。新制呢，它是一个实质的提拨制，你劳工提拨多少就退休之后就领多少，政府并没有拨补也没有什么物价的调整的机制，这个对于劳工非常的不公平。劳团表示，劳体新制规定，雇主每个月上计只需要提拨6%到劳工个人的消耗，甲劳体旧制条件比起来是差真大。以工作30年了后退休来计算，旧制雇主爱给付45个月薪水，按过新制只要提拨11.6个月薪水，而且新制是每个月提拨，按过旧制是以退休前6个月平均薪水，也就是薪水上悬的时间来算退休金，造成新旧制之间清零差距大。第不计这样悬的年代，就算加算劳保，劳工退休实际所得替代率也无到50%，或者退休劳工加做下流老人。我们的通货膨胀现在都很大嘛哈，可是你如果一直都6%的话，从你的薪资可能一开始只有2万多块，到你退休的时候，这个平均的所得最后的所得才那么一点点，所得替代率加上劳保也不到50%，没办法支付未来的退休生活所必须支应的一些费用。面对劳工老年退休准备无够问题，劳团也交出定情书给正义代表，因为今年7月初开始公务员退休制度改变，政府会提拨给新进公务人员9.75%。在企业无愿意加薪的情形之下，政府要提悬劳体提拨率到9%，这样保障劳工退休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考选会进前公告要修正护理师国考的规则，外界认为讲是为着要解决护理师骹手无够，所以在降低国考的门槛，嘛互护理师团体是真不满。今仔早起，医界5大团体因做伙去立法院抗议，因批评讲政府无要思考建设性的改革来改善医疗环境，敢若想要用增加名额来解决问题哦。因表示讲19卖伫总统府头前发起50日运动，真济抗议。总量入法，病人安全，病人安全。咱主专台西医中医气科护理甲药所等5大医术团体代表，15拜3早起到立法院群贤楼门口抗议，呼吁政府正视基层医术人员的声音，将医术人员总量管制的原则修法入法。
因为难开这门科系，增加招生，即降低行政人员素质，和医疗进度更加足够。政府单位能注重一下我们这个医护环境的状况，希望我们让我们医患这工作环境可以变好，让我们这些原本流失的医护可以回到原本的工作。台湾医术人员大联盟表示，政府去年医科增开3间学术后医学系，今年中医、药学系拢增加招生，护理系也要增加，甚至传出要降低国考难度，不止违反台湾教育公平性，护理人力欠人恐惊更加严重。这让我更不想成为护理人员。大家可以看。59.5%。医事人员那到底是要多少？这个是要随着需求再去做评估的啦。卫福部长许淑媛强调，护理人力的问题是真多，外界较关心在用人部分，不过其他国考训练甲职场环境等也需要斗阵检讨。不过各大医术团体并不满意，按算19拜日会号召更较侪基层医术人员到总统府头前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工研院甲国内业者针对智慧医疗、运动甲文化、智慧仓库物流甲新创4大领域，做伙开发20项的技术咯。今仔发表成果，经济部是表示讲，去年咱台湾服务业的产值有13条，是占 GDP 6成以上。即嘛有新科技的协助，会当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用手轻轻拍这个乐器，对音乐节奏拍拍。这个看落真简单的传统乐器，其实背后连接 AI 智能训练系统，会当监测操作的人因的节奏感甲大细力，掌握因知觉的变化。国内有不少长照机构甲儿童早疗中心，拢有引进这套系统做音乐的治疗。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健康状况？手脑协调，还有你的反应力啊。这是国内工研院甲几啊间新创公司合作，研发出20项技术的成果，包括智慧医疗、智慧仓储、新创。运动甲文化科技4大领域，无论是买电子旅游票券，或者是伫厝内甲朋友远端连线拍山球，拢会当耍虚拟整合浸水式的游戏。工研院表示，希望透过 AI 科技的力量，协助国内产业拍开新的境界甲商机。AI 2.0将可以把企业的员工提升到另外一个新境界，它的赋能被提升起来，那会有20%到30%的效能的提升。过去的中小企业、服务业抓不到客户，抓不到这个所谓的行销市场，透过生成式 AI 可以大力帮助这一块的缺口。服务业它其实是占我们国内的生产总值的61%。它的这个就业人口高达680万人，它的就业人口也是接近有60%之多了哈，所以这个服务业对我们的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整个经济的成长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透过形成式的 AI 产生的文字、影像或者是声音，希望未来会当应用在类似型的服务业，嘛提升产业升级的产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甲夫人张淑芬，伫美西时间14下晡已经到旧金山的饭店咯，有真侪侨胞来迎接。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今年已经是第6届代表总统蔡英文参加 APEC 领袖会议。蔡英文总统交代张忠谋爱团结包括咱台湾，会拍拼来促进区域和平，打造愈韧性的供应链等信息。外界嘛真关心讲张忠谋敢会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呢？咱的政府是强调讲会望讲来争取1对1的会谈，也毋过针对这部分张忠谋并无回应。再来看 APEC 领袖峰会前，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准备要先伫明仔来见面。拜登是表示讲美国方面这届主要的目标是要来重建美中正常联络的管道。也毋过有美国高层的官员是讲因会甲中国强调讲，若是干涉台湾的选举，美国会有动作。行出专机下晝第2，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當地時間14到美國舊金山參加亞太經合會，在這段期間將會甲美國總統拜登見面。這是習近平伫咧讓6年了，擱再訪問美國。美國方面的高層官員，包括財政部長耶倫在內，攏親自到機場迎接。拜習會按算15伫咧舊金山灣區的貝羅利莊園舉行，將會針對全球性甲美中雙邊議題，
包括林权、大海基地进行4年真久的会谈。拜登伫咧出发去旧金山进前强调，虽然中美双方伫咧真侪问题看法无同，不过美国未想要甲中国脱钩。这边上主要目的就是重建两国正常的联系管道。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 being able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f there's a crisis, being able to make sure our military still hav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去年8月，迄当阵的美国众议院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就确定甲美国的军事联系。这边拜习会是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一年来第一遍面对面会谈。虽然两个人伫咧去年11月伫咧印尼的巴厘岛会面的时阵，就和双边的关系有较缓和。但是美军伫今年2月指控，并且甲中国的间谍气球拍来了，双方关系搁再次恶化。美国方面官员本来就希望这边会面会让减少双方的摩擦，并且向中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但是也表明，若是中国方面有任何对台湾明年大选的干涉，美国方面会正关心。就伫咧美中的领导人拢到旧金山的时阵。几多百位示威者伫咧领导人车队经过路线，有人举着终结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或者是提出台湾甲西藏的旗仔表达抗议，但是也有人以中国的国旗欢迎习近平。记者两岸编辑。再来看加沙上大的西法病院昨开始已经家己处理放超过5天上摆的遗体。以色列进前讲会提供安影保温箱，也毋过到今阁还未看到影。以色列是强调讲，病院已经真做是哈马斯的地下总部，也毋过哈马斯是指控以色列乌白讲，佮讲战斗才要开始。西法院内面超过120具尸体已经采放超过5天，14开始落雨，情形是愈来愈害。Very bad smell there, and we are sure all kinds of infections and diseases will be transmitted from that one. They started digging in within the hospital to bury the bodies on their own. 几多十个都出事的医院无保温箱的情形，震惊国际社会。虽然以色列宣布提供会当载保温箱，也毋过到即马拢无看到相关计划。即天以军公布影片，讲哈马斯伫咧另外一间离拢癌症病院的地下室放武器。哈马斯讲，即款影片拢是假。אנחנו נמצאים בשלב השני של המלחמה בעזה. ولا زلنا في أول الطريق وأول الشوط. وإن القادم بإذن الله أكبر وأعظم. 路透社报道，以军包围西法病院，并且讲病院下骹就是哈马斯的总部。哈马斯否认有接到人员伫咧现场，并且讲650位病人、5000到7000位病民调伫咧病院内面，不时遭到枪手甲无人机攻击。这群病院内面已经有几60个病人死亡，包括3个保温箱被拍歹炸散离，病是毋是被包围，是毋是发生战斗，国际媒体无法度证实。联合国对病院死亡的情形正关心，呼吁立刻停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人类一直都有移民其他星球的梦想，嘛望讲会当伫其他的星球继续生态。荷兰有企业家成立太空信息研究公司伫无重力的环境来培养胚胎，为移民外星球来做准备。当地球人为了应应气候危机、核子发电或者是流星的攻击，想要搬到别粒星球的时阵，要安怎伫太空中拖后代？要安怎有安全的太空性行为是真困难，因为无动力，两个人拢浮伫咧半空中。所以，即马荷兰的太空生育联合公司正想要伫咧太空中培育胚胎。It's important that the Earth and humanity can become a multiplanetary species. 这么因从对实验室的鸟鼠开始，搁再采用人类精卵细胞，得到一当进化的胚胎了，加分冷冻放慢伊的成长，和飞行器伫咧转来大气层的时阵保护胚胎。因故甲太空中培育的胚胎放入妇女的体内，生出来囡仔会有伦理道德的问题，所以这么这个拿私人企业伫咧做。This is a space station for yourself. 这嘛是伫模拟给引力的实验室内面进行。2024年年底就会早有鸟鼠细胞的飞行器飞去太空做，要拿人类的胚胎要等5-6年。It's a delicate topic to the radiation that is much higher than on Earth, to different gravity environments that embryos are never designed for. 48岁艾德布洛克讲，
太空生物联合公司是唯一想要伫咧太空中培育人类胚胎的企业。因过伊强调，因的研究是或者人工体外受精的程序，只不过是伫咧太空中进行。伊也有信心会当伫咧伊在生的时阵，就看到人类囡仔伫咧太空中出世。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台湾大学今仔举行创校95年校庆的庆祝大会，颁予上银集团的总裁戴英才英语博士的学位。戴英才是以爱因斯坦讲的想象力比知识较重要，建议学生会当去先进国家参观哦。台大校长陈文忠是鼓励大家以后世界如何来当作目标。台大创校95年校庆庆祝大会，单位招李树银、杨焕迪、关宏敏等等历任的校长拢来到位，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会代表嘛来恭喜。校长陈文忠致辞表示，台大特别迎来100档的校庆，要安怎伫经过100档了后，搁再创新，是台大的人应该爱思考的。台大进入一个加速度变迁、竞争越发激烈的新时代。我们所担负的责任以及社会的期待也越来越大。陈文忠毋望台大的人会当甲互世界变了搁较好，当作是家己的志愿。今年摕到台大学生社会奉献特别奖之一的跨国教育青艺计划，就是社会系甲政治系学生去到马拉维甲当地人合作，办理英文阅读甲未来就业工作坊。马拉维的伙伴感慨地跟我说。真的没有想到，还是可以改变这么多。我们一定要继续下去。摕到名誉博士学位的上银集团总裁戴英才是用 Einstein 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较重要来勉励学生。多到先进国家参观，有助于培养师生的思考力与想象力。台大也颁发10位杰出校友，包括化学、医学、甲食物等等的领域。代表致辞的前科技部长施竹民对学生讲：加读好册，加训练身体，定定独立思考甲判断，一生拢真实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铁的婚礼站2016年开始营运，每档的载客量是拢比苗栗佮彰化较济哦。婚礼县政府佮议会就望讲，高铁公司会当来增加停靠婚礼的车帮。平常时来到临停接送区，遮拢已经停满，准备要接旅客亲人的车辆。有民众表示，若是休假日来婚礼高铁站要接亲人，定定拢找无会当临时停车的所在。就是那个临停的地方，我们如果来接送家人的话，都蛮不好停车，有时候绕好几圈都还是没办法。如果分前后站的话会比较好，会就是不会让车流量那么的塞这样子。婚礼管府表示，高铁婚礼站为2016年开通了后，载的人拢比苗栗、彰化2站搁较济。不过，即马平均1点钟才一车帮，常常发生头前站塞车的问题。婚礼管府甲县议会拢希望高铁会当增加车帮，而且开放后站来小偷车阵。这些议员先进大家共同的建议哦，那能够打开西侧这个门哈，那增加这个整个的流通量，那也能够让我们在接送上面比较顺畅比较便利然后。目前站区交通的一个规划跟疏导措施都足以因应。那另外也要请旅客同时多加利用高铁的嘟嘟房停车场来接送。就是亲友有提供免费的一个停车服务。高铁婚礼站表示，若是民众要接送亲友，会当加利用边仔的停车场，有提供半点钟内免费停车的服务，安尼就会当避免造成头前站塞车。若今年7月到10月，拢有进行整体增加车帮的规划。伫礼拜上北的车帮当中，有增加2帮停婚礼站，未来会继续观察旅运的需求，随时调整。记者王伟雄婚礼报道。来看高雄宽中轻便铁路轨道伫顶个月底完成哦。高雄市捷运局早起第2届测试，按算上紧今年年底会当完工哦。明年元旦会当开始试营运。黄色的路铁两用车拖着无电的列车向前做冷出行的测试。高雄轻铁铁基路顶个月底已经接好成员，土建的部分继续赶工。捷运局15透早做轻铁第2摆测试，
透过无动力的冷驱型甲有动力的热驱型，测试铁基路敢有符合行驶的条件。我们未来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并不会说完全的以轻轨为优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会有跟整个智慧的交通做联动，也就是说，它不会是只有说以某一个运具为主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的运行的模式。轻铁第二阶段经过中正大顺等车流量大的路口，防范到塞车等问题。市府表示，未来以智慧交通概念来调配，未以特定运具优先。高雄轻铁生意估计上紧伫今年底通车，陆续会做车辆号志等测试，确保通过相关审核。通车了后，因侪个人增加，未来验票机袂设伫车厢内，改伫车站两边，上车落车拢爱路卡。看你要到哪一个地方，就一下子就有站可以停了，然后它的那个一班接一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去自己去找一个站来做。轻铁生意对市区转车也是观光拢有帮助，民众真期待。政局约定明年元旦了试营运期间坐车免钱，未来票价对即卖基础30块，电子票证10块，改成以坐里程数收费，计销伫20到35之间。刷来嘛针对路卡的方式甲票价做宣导，互民众量早习惯。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本土的天狗类疫情已经有21000多例，也不过最近已经是有转好的趋势。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带领的中央前进应变工作队已经进驻2个月了，任务特别完成。也不过疫情有淡薄仔变化，出现一寡新的地区，市政府是呼吁民众，嘛是爱继续来配合防疫。防疫人员加加好好进行环境的消毒，伫室内甲民众用烟雾的网仔水，防治工课有关，逐工拢在进行。最近台南天狗类的疫情也渐渐缓和，是单周是2223例。那在上一周，我们已经顺利的达成减半的这个阶段性的目标。那这一周看起来前几天的这个病例数呢，仍然是明显的下降，大概有下降了28%左右。不过，市政府也发现过去疫情较无遐严重的区域，譬如嘉义区、麻豆区、新化区甲善化区，煞陆续出现疫情，有愈来愈侪病例。市政府防治的重点也开始改变。一日生活圈嘛，那我们的民众上班工课来去，传统的这个热区的范围旁边几个所谓的早期的暖区，现在案例也稍微在增加。那这个是我们在现阶段要防治的一个重点。疫情缓和，卫福部进驻台南的中央前进应变工作队刚要解散，卫福部长试水员有加20号再度落南视察。那2个月工作下，我是觉得说，可以看到就是台南市的这个登革热防治团队第一线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也都非常的认真哈。那其实大部分的社区民众也都是非常的配合，所以其实防疫会给很多民众带来生活的困扰。所以他们希望控制这个疫情，能够尽速能够压制到越低越好，然后避免过冬。最近早暗天气温差大，也毋过今年无遐寒，适合网虫的生态，所以台南市天狗热防治中心也提醒，防治天狗热无其他的撇步，就是爱甲环境变好清气，才会当互疫情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台东野放一只台湾乌熊是一只年纪较大，大约18岁到22岁乌熊。伊之前掉伫旱灾受伤，经过4个月治疗，恢复健康了，所以当放伊回去山林。这嘛是台东分署第5只野放的乌熊。这只年纪正大的乌熊，用布农族的族语改号名叫做粉地夫。林保署台东分署评估伊的健康情形正好，而且让家己找物件食，就用铁人甲伊带去关山，甲部落族人做伙甲伊野放。伊行出铁人的时阵，抑阁回头看一个，伫族人的疾呼声中，走转去山林。今年6月30日，台东县海端乡坎顶村部落的巡守队伫巡山时阵，发现这只台湾乌熊倒前骹和特殊的旱剪塑掉下，通报林保署台东分署来救。经过部落族人甲兽医团队救援，发现这只乌熊差不多18到22岁，是林保署目前救援的乌熊内面年纪上大的。该照顾4个月了，体重增加9公斤，变做89公斤。虽然脚受伤，也毋过无影响伊的行动。野放了也是感觉到伊伫咧心灵内面的信号，生命现象正稳定，也毋过也是会密集的感况，防止伊搁再落来山骹。一旦它有接近部落，或是超越过监控系统所设置的电子围篱警戒的范围，我们会视状况，给予必要的警戒或驱离。
林保署台东分署讲，这只乌熊是目前台东分署第5只救援成功野放的乌熊，也是林保署今年3月实施台湾乌熊生态服务基护计划第一件部落伫咧巡山时阵发现通报救援的案例。台东分署也讲，以后部落族人若发现乌熊，会当随通报，大家做伙来保育台湾乌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东山乡的生态绿洲园区，本地准备要收费了，即马是先暂停。地方人士有人建议讲，应该先免费开放，先拍出名声。也有人建议讲，会当伫遮来设表演的场所来吸游客。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听各界意见哦，再过来做讨论。东山乡生态绿洲园区直接去收费停车场甩去路车一园，爱阁收30块的清洁费。地方认为，就算园区树啊真慢，要优质的景观，按过游客较少，县政府应该取消生态绿洲收费，来吸引更较多游客。我想，但是我们目前游客还是比较偏少，觉得相当的可惜啊。所以我觉得建议说，是不是宜兰县政府可以来就是免收门票。宜兰县政府办的生态绿洲促产案，因为疫情了后市场动向不清楚，县府爱阁评估收益甲效益，暂时划停。风景区无法度违法升级，互大家烦恼游客愈来愈少，影响观光产业发展。问游客意见有无同款的看法？40块会太贵吗？不会啊。怎么说？以为这么大片的草地可以看不错啊。合理的收费都很正常，因为要大家的维护这个环境。生态绿洲每年差不多22万进出，这几年无办绿色博物馆，如何为园区再做亮点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地方也有人建议，沿伫园区内底起建夜厅、活化园区。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相关的一些意见的收集，还有包括条例的内容的一个检视拿来做通盘性的一个检讨。县政府表示，有定出风景区管理自治条例，针对收费有一定的标准，地方的声音县府会检视条例内容甲意见收集，各做全面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鸟伯拉的价小有较悬挂，珍珠伯拉一斤卖到60块，比以早贵2-3成。中华的社头农会是表示讲，因为今年浪费的时阵去拄到风台哦，个几率是减少7成，可能要等到12月底，价小还较俗。这的玻璃看起来水阁低，不过民众凊彩摕一粒起来放，敢若是这粒价小就要32块，甲英国比起来差不多贵买10块。这样很贵，好贵啊！好贵啊！200买多少钱？我之前买到40几呀，买少一点的啦。少买一点啦啊！对呀。即马中华珍珠玻璃当咧大出，不过英国一台斤市价只要差不多40块，即马是起到58块，互真侪民众买袂落手。农民也真无奈，虽然今年价小创新高，不过产量只剩英国3成，想要卖嘛无玻璃通卖。有大概有生高，大概生高生无，大概生无，生少大概生少，迄甲气候有关系。根据农业部农粮署的资料，珍珠玻璃10公斤的批发价15已经起到66.1块，和去年同期比起来起超过100%。那红心玻璃10公斤批发价是68.3块，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嘛起7成。中华社头乡农会表示，今年因为风台影响到玻璃的开花期，造成结果率真歹。就是影响到我们他在成长的那个过程，有的人他有结果了嘛，可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把他那个结果的那个果粒还没包，他们一个有的有量，他大概一个礼拜也只有收一次啊，因为没有什么白啦。农会会辅导农民做好产期调节，确保供货稳定。不过整体绩效要恢复平稳，有价可能要等到12月下旬到明年1月中。记者综合报道。社群网站最近有一段影片，一个穿感觉13的查甫人伫花莲的七星潭摕石头等流浪狗哦。这个查甫人嘛，互查出讲，伊是七星潭安检站的化顺人员。伊虐待动物的行为引起真侪批评。这部讲15秒的影片伫社群网站引起话题。一个穿感觉13的查甫人伫七星潭海边摕石头等流浪狗，结果咧困的流浪狗被惊醒，伊竟然要咧笑。你去攻击它真的是不好，我也看过好几次啊，那也无可奈何啊。这样子会觉得说他们这样子其实蛮不妥的。很恶劣。
这10个人查出身份件士兵海巡安检站的安顺官兵，对上警员其实平常时对附近流浪狗拢真好，佮收养2只。对管处还表示，迄一天是咧耍笑，想不到引起风波。经查，本案发生于10月24日，当事人确实有违失行为，已于11月10日针对当事人及相关失职人员实施议处，并将当事人检讨调职。欺负流浪狗引起争议，佮加上翕影片上传造成单位困扰。海巡队处分了管后，要佮介入调查，也违反动物保护法，也要追究责任。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是不得来骚扰或者虐待跟伤害动物。如果调查属实的话，依法可以处置这个新台币3000块以上到15000块以下的罚款。福建人认为欺负流浪狗虽然唔对，不过七星潭流浪狗愈来愈多。不过花莲流浪动物政策是 TNR， 也就是掠白起互伊袂生原地养放，所以人狗冲突才会真多，希望县府爱重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桃湾区的登记另外道路，林业署有设置来野生动物的优先通道哦，毛坑连野机来记录，有迄条未知的动物哦，嘛发现讲这个动物是拢真巧，知影会当来利用这个通道，咱做伙来看卖。跋落伫水沟内底脏水鸟，爬伫网仔亲像咧爬楼梯。现场网仔就是林业署特别替动物设地通道。早期这是林业区为着减灾设伫排水设施，煞无注意动物的安全。因为排水沟甲集水井拢是水泥的正骨，常常发现有野生动物跋落去，无法度爬起来。林业署屏东分署就利用木材、网仔等等简单材料，替动物起做生态优先通道。道路甲边坡排水的安全。所以有设集水井甲环上的一个排水沟来减轻这个边坡的灾害，但是呢，因为常常有动物跋落，无法度爬出来的状况。动物生态优先设施其实伫今年就完成，林业署沿线设置10来点，会定期检查网仔敢有破去，也是有需要修补。因为今年开始放翕相机，目前有翕到脏水鸟、台湾高山仔等等小型禽领动物，帮助因会当顺利离开。有录到讲伊有伫遐利用，伫遐咧食，用这个网仔，也是这动物坡道伫遐咧食物件，这个状况。沿线的部分，阮有设差不多有16位的一个动物改善的一个设施，阮即马监测的时间差不多有2年。林业署已经监测2年，目前动物使用的效果是袂歹。林业署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现有动物出现伫道路上，爱减速和应行通过，千万莫去交了。记者钟义辉、区昭勇高雄报道。来看意大利有一个砖头哦，伫顶礼拜暗时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只狮哦，伫路里乱踅。地方主管嘛呼吁大家就唔通出门。这只狮是对马戏团逃走出来，经过7点钟哦，才互掠回去。这只狮仔伫赌场外口徘徊，到我行到一直叫提醒主人。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的滨海小镇，拉迪斯波利11暗突然出现一只马戏团狮仔，伫大街小巷乱踅，引起民众惊吓。小店店长赶紧呼吁民众踮伫厝内唔通出门。警方甲兽医警官也随出动，协助马戏团进行搜捕。7点钟了后，总算将这只狮仔麻醉带转去。好在这只大约8岁的狮仔公落跑期间无造成人员伤亡，也毋过为安怎会脱逃，原因可能无单纯。Quello che è successo è molto strano. Il leone è uscito, le dinamiche sono ancora. C'è un'indagine in corso perché non è molto chiara. Possiamo solo dire che un leone non ha la capacità di aprire un chiavistello e rompere un lucchetto. 这个事件随伫当地引起动保方面的热烈讨论。店长13伫面册表示，伊会要求议会专家审视敢是有法律依据，会当撤销马戏团伫当地演出到19个许可证，希望会当终结马戏团捕杀野生动物。真侪民众也对马戏团将狮仔关入笼仔内无认同。A me dispiace perché sta in carcere. Doveva stare nel suo ambiente, la savana, e per cui sono contro a queste forzature qua. 那伫印度，牛伫当地互看作是神圣的动物，四季拢会当看到牛咧踅大街，一点仔拢无奇怪。住伫中央邦的印度教徒过完拜中节假当天，还有一项崇拜牛的传统仪式，就是倒伫涂骹互牛为脚只片打过。हमारे यहाँ सालों से एक प्रथा चली आ रही है घोड़ी पड़वा की। यह लोग अपनी मन्नत के अनुसार
5 दिन तक गाय की पूजा करते हैं और 5वें दिन गौरी पड़ते हैं। इसमें वह नीचे सो जाते हैं और उनके ऊपर से सारी गांव की जितनी भी गाय होती है उनके ऊपर से निकलती है।当地民众相信，福牛为新上打过去所有的愿望拢会实现。印度教徒将敬牛，部分地区更加伫法律中明定袂当伤害牛，无论是刁工的，还是无细致触法，拢可能犯关，甚至判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今仔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个东北部温度有淡薄仔回升哦，也毋过明仔载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会个开始变天，北部阁有东北部的温度会较降低，嘛会落雨。下北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